今仔日有新的看法，即个看法就是讲，为安怎我会因为讲台语讲无啥顺，有一寡词，有一寡句无遐熟练，就是为头壳内底都走出来。嘛因为讲我讲话可能有连续变调的问题，我毋知影要安怎变调。因为嘛讲较少，会当表达出来一个完整的意思。讲规篇都真欢喜啊，就无法度搁去想变调的问题，就变做讲，时间嘛有做一寡代志，毋过就是变做台语遮嘛不少，遐嘛一个空。是逐工拢有伫进步，毋过，我一个标准有可能就是真悬，就是讲甲自细汉就伫讲台语的人共款，讲啊真好势。变即个期待伤悬，就一直无法度完成，就会真郁卒。就会定定去问讲，是安怎哪会有一寡无力无力呢？昨我有想法，有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想法，就是讲，我受到一个洗脑去互人洗脑，互洗脑去，互啥物洗脑呢？就是好甲歹这两件代志，就是两种物件伫对立。咱的头壳内底拢有讲，这个人是大考，抑是讲足标准的身材。这个人是有地位，抑是无地位，拢是一个好无好，有无有考调无考调。咱敢会是无其他种生活的方式？咱就会去追求一个足明确、足具体的一个目标。那亲像讲学台语，就足侪人就拼咧考证照，啊无就是拼咧拢讲，即个学校有讲找台语的老师，要安怎去考入去内底，就变做讲，若讲去学一个物件，无啥物目的，嘛无啥物特别的要求，颠倒是足少的，即就叫佛系，佛系佛系，就是足佛的想法。毋过咱是一个生命，咱的头壳内底应该是有神的自在，阁有神的能力。怎样会变做安尼？变做讲像好神共款，像狗兄共款，一直咧拍拼，一直咧竞争，毋过无快乐，一直嫌家己无够好。我想讲，我嘛是安尼，互影响着，我就会时常想讲，哪会讲的台语呢有臭奶呆，毋是台语人的腔，毋是母语是台语人，母语是台语的迄种气口，颠倒是即个华语腔后天去学的。定定讲，就是自细汉会晓讲的，就算伊即摆罕咧讲，毋过伊讲出来，这因为即个腔口就是一种惯势。细汉的时阵袂晓讲话，安尼发音的方式嘛毋知影。若讲安尼去学一个母语，做自然去学起来，当然就是讲甲上水气的。
毋过若讲大汉以后较去学，变做讲有除非是有条件的人、有天分的人，啊无就变做讲啊足硬、足差，定啊，就是定安尼，啊无就是爱一直训练，就变做安尼。毋过为安怎，我会认为讲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歹的咧。就算讲今仔日真正台语练甲做老的讲甲安尼，讲甲叫，嘛共款有烦恼哦。这烦恼就是会一直来，一直来。你坐地，你达成啥物目标以后，毋是讲安尼，你就满足。无呢，你就想讲，哪会我的影响力不如啥物人？我甲官方的关系，哪会无比啥物人搁较有关系？就是拢有无共款的烦恼就起来啊。就变做讲，若亲像讲一个人，伊若去考认证，伊唯一的目标就是甲认证考好条。若考条以后，伊阁有其他的烦恼，就是讲伊想要参加比赛，想要着顶，就是烦恼是一塌搁一塌。那其实源头毋是讲我台语讲啊无好，我着有即个烦恼，其实毋是安尼。其实是因为讲，我的思想的惯势，就会互我永远拢有烦恼。就若亲像讲我迄旧同事，迄个处女座迄个同事，伊第一个公司就是有足矛盾、足无安全感、的心理，就变做讲，伊若搁换一个所在，无伫即摆即间公司，伊共款，若过了若甲即个较甜蜜的即个蜜月期甲伊过好了以后，共款的心态、共款的心理、共款的忧怨会发生。为安怎咧？共款的不满意，当初时伊毋知影安怎对我做无满意的。相信讲，若今仔日我无甲伊做同事，伊对其他的同事，即摆的同事，有可能嘛会找一个对象，对伊发信地，对伊做无满意的。这就是咱定定伫讲的，就是讲，我即摆感觉讲家己做无够好，无即个天才，无即个天分，学物件较含慢。毋是因为讲我台语讲出喙，替人问讲，你哪有一个腔安怎你莫讲台语，你讲华语就会用字啊？毋是毋是这寡人毋是这阵人去讲这话背，互我烦恼，毋是。我的烦恼就是我家己的思考方式，就是较烦恼。今仔就算毋是即件代志，嘛会换其他的代志。我若无对我的源头去改变，就算我今仔足拍拼去学到3年5载，我共款无法度变成做一个对家己足有信心的人。
有缘是袂，就若亲像讲，咱定定想讲，我伫即个公司感觉讲，无替人重用，真实际，有才调煞替人牵起来，替人才华无光，无替人看着。是即个公司的问题，安尼想。毋过，若讲换一个无共款的公司，就会出现无共款的烦恼。毋是讲换公司问题就会解决。就若亲像我即马，毋是讲甲台语练甲诚好，开喙讲台语，逐个拢讲这台语人啊，足侪人就足自然，就甲我用台语来对谈，安尼犹原无法度解决我的烦恼。我会看到其他的所在，有可能看到讲，哎呀，即摆的人嘛拢无讲嘛，无重视嘛，无要义台语即件代志。我若台语会开了遐济时间，学遐好，嘛无啥，嘛无人去重视，嘛足食亏。早知影着安怎安怎，犹原有即种烦恼就会走出来，就是安尼变做，这是我思考的一个惯势，这是我思考的一个方式。我需要改变的是我思考，毋是改变讲，我即摆的声调，我即摆爱找一个人去练习，两人一组，安尼哪练，就算今仔日讲话无即种奇怪的腔，无即种后天学习台语，较会替人听会出来的即个这是保自然沉淡无足顺势的即种腔，就算拢解决啊，我思考就犹原是黑的、白、好的、歹的，甲人相争，想要一个足具体的一个业绩。咱这思考无去改变，就算做啥物代志，犹原是共款，心肝会足艰苦的。我即摆会当了解讲，一切万项代志，伊的重点伫倒位？以前拢，都是为着讲台语替互人摆脱，我就徛伫遐，无法度走，逐工想的拢是安怎互我讲台语，讲较诚好，袂替互人嫌。我的思想拢是即种物件，拢安怎走马灯拢是共款的思想，无想着讲，我着改变我的思想，毋是改变我的腔口，毋是改变我讲台语的方式，是甲我的思考方式甲伊改变。我总算是了解啊。希望讲我会当维持，会当讲真正去较开阔，用开阔的一个想法看待一切，安尼就袂听人讲华语就足艰苦，也无嘛袂讲看到路上囡仔人后稚园的，拢讲华语毋捌台语就足艰苦。即种艰苦就是惊讲家己学甲遐辛苦，尾仔嘛是大家无要无紧。当然这是上主要的原因端，毋是讲
啥物真正关心家己的即个未来，吼，是烦恼家己的未来尔，就是安尼。